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下面咱来读这个台湾通讯网报312期，拍算要按17页来甲读起。在这个啥 YouTube 顶管资料放袂少，所以而且伫网络顶应该是找到袂少资料啦。伊现主时算是主要伫咧 Clubhouse 即大家读，所以 Clubhouse 即大家可能就爱我来放一寡连结。目前当然网络顶在找到这样的资料，要读的这个台湾通讯网报，国家图书馆，国家台湾图书馆伊有甲迄个啥，因这个杂志，每一期的每一篇拢上网，所以顶悬这个连结，大家朋友，Dennis，感谢你读了，我唔知，歹势，会使网参考全论加网大，睇你有兴趣，欢迎起来做伙读了，或者是你要伫你迄搭遐罔听 ，OK 啦，安心自在就会自在。所以其他的连结，迄个是确认你敢若无我大学的，所以我就会使简单打一寡呢。当然当阵迄个啥，牵牛去水边，牛若毋食水，你嘛无办法安尼。所以我直计是会使加放一寡大的消息吧，应该是安尼。伊当阵迄个啥，信号无好，还是有当阵无小心试了，是安怎，就当断线，就真麻烦安尼。所以，跟你讲，转头先忘记啊，然后去回掉还是啥？然后这个啥，我去看迄个啥，这个。李港局基金会，因当然因的网站顶悬是有因的文章嘛，不过我嘛毋知什么原因，他会颠倒因家己的网站，并毋是每一期内底每一篇文章拢上网。台湾图书馆的文章是每一期拢上网安尼，所以罔听罔参考啦，大概是这吧。好，我就讲都喊来拄好。时间来拄好，台北时间暗时到10点，做伙来遮读寡册。若9点进前咧，9点进前随我意，我想要来读这个陈慧生的《乡土宝记》。进前小可读一寡上头前的陈慧生咧写讲这是啥物小说，继续来读落去安尼。讲也是真不幸啊！这个精饼餐要互人站头会真食。雄雄腹肚加滚起大疼，顾间讲是天意在积烦。记在伊哀，无人要插伊，干那即个阿吴不忍心来看伊，偷偷摕水互伊啉。即个插甲伊讲，我单得来遮加落1个月，袂输地狱受尽虐待。干那你一个掠我做人款待，但明仔载我就要去啊！上无你也互我知影你的名，顾间讲，我名做庆吴，人叫我阿吴啊。迄贼讲，我身躯顶空无半项，真有诶，即条裤带也已经对我半世人，请你摕去，算是我答谢你。裤带透起来，就摕互伊。阿吴看伊心意，歹势摕时。裤带摕来下带家己的裤头，拄好放2链。过当日中昼，阿吴过来看迄贼，人伫要压出去抬。迄贼滑头过来细声甲阿吴讲：“剩的看会着，摸会着的，拢你的。”阿吴看单得1箍人，
剩的看会到、摸会到的，就是一身躯的破衫破裤、破衫破裤，心内爱笑，搁同情伊。敢是要去以前，惊了破胆，讲心虚的话，细声甲劝，无要紧，你当安心去。到遐，甲新民找毋是，迄贼无过瘾，就压出去斩头。阿吴转来厝，甲因某劝讲，阿吴转来厝，甲因某劝讲真变贼的代志，裤头偷起来，互劝看，一条乌乌长长，双头拍两个角，劝讲我来洗清气。一条裤带摸来摸去，摸到有一位定定高高，毋知啥物，用假刀甲线剪开，内面剪一条布料啊，抽出来灯火骹看，古怪有一撮乌目字，额头蒙啊布，老情100步，人去心无去，当大风度。毋知啥物意思，劝阿问，这贼要去进前，有甲你讲啥？阿吴讲，哪有？伊讲剩的看会到、摸会到的，拢我会。劝阿问，啊，伊看会到、摸会到的，还有啥？阿吴讲，太有，一身躯的破衫破裤尔。劝阿听了古怪，甲阿吴讲，你先去看。迄蒙仔布遐有啥物？阿吴想，敢是即个真变贼伫创治我？迄蒙仔布就是人去，迄蒙仔布就是人去了贵大诶所在，哪有啥通好看？过几工，家己一个迷去蒙地，就是较早人赶鹅诶所在，所以叫做鹅头蒙仔布。正是中一丛暗暗的大青，有牛车链遐粗，落长的青手拖到涂骹，阿有徛伫青头，四箍链软甲看，蓝山的梦，剩的就是草，目睭内搁加尖，对东一间细细土地公司，东甲行。拄100步来到一个圆圆的蒙菇，长草暗暗，搁有一支牌，顶面简单5字：单功德之梦。大惊一条，明明这个单字死了，互人做伫野地，哪会搁有一个梦伫遮？哦，迄个啥？单雷生呢写的这个小说嘛是，安那讲2004年所出版的啊，那嘛是真厉害，真好写。当然有一寡字我嘛是看无啦，配你啊，罔听，因为我要来读迄个啥，台文通讯网报第312期，啊，这是我罔读的，我有兴趣罔听啦。有一字迄个字第8条。明明这个单字死了，互人做伫野地，伊迄个做第8条，看无一下第8条，我毋知迄是啥，不管，反正干哪年我就先来查一下，这字到底是啥。当然，迄个教育部用字。我嘛毋知啥物原因，陈瑞生迄个小说为啥物变成教育部的罗马字？因为陈瑞生是写白话字的啊，还是金版出版社因为拢咧出学校的迄个啥出版品还是教材，所以就怎甲伊改做教育部的罗马字？无啊，找台语嘛无即字啊，所以毋知呢。做伫野地，安尼，无其他人来啊，我就继续读即个陈瑞生的《勇士宝记》咯。好啦，
吉达里娜，你就罔聽啦吼。安尼我介紹下這個小說，我剛才這個唔係講好簡單，你這個小說，我啥小說啦？你講述你咧寫3、400年前嘅代志安尼。轉去講互權仔聽，權仔問，迄蒙牌年月日寫定時，也有講，就是無。權仔講，我聽講迄真變賊欠算，平時歹事做傷濟，毋知定時要互掠去斬頭，恐驚新屍做佇野地，無人收代，所以先問神明，揀一個所在，但即馬要拜託你甲伊安排，翁某兩人想一暝，咱做人一件好事，較贏拜一世人的佛，就傾一寡錢，拜託衙門的工仔偷偷去野地，甲單直的新屍甲斷頭抾轉來，用牛車載來去嘉義鄉。等到天暗，翁某兩人甲單直車來蒙仔埔，為大清當100步的所在，照伊的意思，迄蒙古就來深深掘一坑，要來甲伊安台，掘到半人深的所在，雄雄鏘一聲，煞掘袂落去，毋是大力閣掘一個，又閣鏘一聲，嘛是掘袂落去。伸手甲摸，話講要活，袂活是袂活。伸手甲摸，話講袂活，煞摸到一尾石仔，權仔佇土坑頂用火燒，壓落去看，曉形哦，圓圓扁扁一塊一塊，那是石啊！迄後有抾一塊來手裡看，愈清氣，安尼啊話，白白閃閃，顯一塊大龍銀啊！毋是閣撒一塊來身軀攄，嘛是白死死，又閣一塊龍銀，兩個甲擴看覓，輕輕鏘鏘，錢咧唱歌，趕緊壓落去雙手挖，煞挖到一個漏斗仔出來，骹桶遐大個，甜甜攏是鏘鏘叫的龍銀，出來甲翕，那某會叮當啊！權仔看伊某袂贏，佇土坑頂話：我來啊！做一個跳落來，跋倒轉佇土濟，轉一個大力，尻川疼，伸手去摸，規把的龍銀僥倖，迄尻川拄好轉佇迄翁龍銀的頂面，話講有啊，這錢財對佇我的尻川頭，兩人佇遐舞一步，會可能來，罔聽，伊無其他的人來，我就是咧讀我這個，我要讀的陳瑞生的這個小說啦。這個3年人的水原因，無聽到我咧甲食好是安那毋知，吼，就罔聽，陳瑞生的手筆畫是不哩啊精彩啊！我無看到有哪，敢是我的信號關係，唔知影。話講有啊，這錢財對佇我尻川頭，但是有當陣啊，伊一寡字詞我嘛看無講介有啊。好，有哪來啊？安尼咱就來讀這個312期。我先做一個記號者。我咧想講，伊後壁有3篇連續3篇的羅馬字，所以我就想講，是毋是這篇什麼好料底成妖羅吼？讀完咱就去跳去讀羅馬字啦，吼啊！有哪來啊？咱就來讀，我看下，因為這篇是差不多算1篇半，到第17頁呢。安尼可能我先讀過了後，有哪你才加讀過，然後下頁我才讀一段了後，
下影即段不哩啊大段，才互有娜来读。安尼我可能除非念伊其他的朋友来啦，吼。安尼咱就来读312期第17页，李宗允所写的这篇。什么好料咧成妖罗？囝哦，你食宵夜无？你食什么好料？刚才有就讲，行啊来咸酥鸡啊，我搁读2段细段的，有哪才接续落去读啦吼。阵阵香味为巷仔口踅出来，敢若咧讲人生的解脱伫遮，敢有遮咸？毋过闻着香公公的味，确实嘛对咧心花开。鸡肉、饭丝骨、乌脸、鱿鱼手、甲番薯，爱食的伤济，煞毋知要安怎点，一句来一句去，规气逐项社会叫叫咧，爱食的拢总来，欢得公开，虽人叫，虽人爱。好来，有哪话你？永过徛伫家庭仔的时，为着要准备考试，我定定坐车去到万里是台湾的地号名，敢若伫3号溪、三亚溪迄搭会款吧？去到万里读册，遐的图书馆较大间，嘛较清气想。头一摆到位的时，我坐伫窗仔边，闻阵阵的海风，加歌咸咸澀澀的盐分，听一条巷仔外的海影拍伫岸边的声，遐尼动漫，遐尼清爽。街仔边是咧卖中昼顿的。就会使听到店头家咧话休的声，甲出来买饭的有钱人咧交换情报的543。为里顶有嘛，讲到扫街路阿送的媳妇，嘟，袂输透早的鸡仔皮袂煞，毋过这就是因的思想。中昼过，街市的声哨小停，日头也渐渐斜西，对光暝头一摆的是阵阵香的高赞塔味，看变。可能是同行吧，因为规条的意思嘛，对无？同人知啊。是同行，互人的腹肚袂定着，袂堪得，枵的我，只好对迄个香味，看是啥物好料咧成我即个妖罗，我就知，又搁是咸酥鸡，无一种。怀伫无食袂较瘦，食无腹肚袂温暖的心态。好，甲买落。好，来，这段哈，我读下页，你这18页才互你读安尼。吼，我先来读这个下页这段吼。鱿鱼手甲鸡肉，饭丝骨南高赞菜，清油落去炸的声。足像细汉时过年的炮仔声，哔哔啵啵，油花喷甲袂收煞。后遐一支鸟落，糊起来，油甲秀互你，买一杯高赞茶下落炸。头家骹手买粒，目一呢高赞茶的水分。高赞菜的水分，互油白甲焦，把食的叶仔打出大薄的形体，还阁有青脆的色味甲香公公的味。头家讲3项放做伙，
爱食免惊腹肚万倍。若爱番薯好食，胡椒盐甲狗赞菜是上好的配料。狗赞菜互番薯搁较芳，胡椒盐消碰风转去。我甲我发现的好料报互厝里的人知，尤其是无啥爱食咸酥鸡的爸爸，竟然买到迄担番薯，三不五时就会塞车，载我去甲头家练消话，是交关。后来有哪话你应该再甲读完无？对吧？来到台北，人问的是要蒜头，要咸无？想好的菜单画画咧，去边仔徛，迄种人甲人的关系，袂输无胡椒盐的番薯，感觉拄拄，袂输无狗赞菜的番薯，安怎都欠一味袂芳。毋过只有一件代志是永远袂改变，就是记伫内底的迄个滋味。等待转去的时阵若到，迄担咸酥鸡要是摆伫巷仔内，阮嘛是会规家伙仔甲车驶咧，停伫巷仔口，做伙行入去，找找迄个好食的滋味。食到遮，我想着宇宙人，我是读宇宙人啊。啊，当然，因人甲人可能拢有人，因主持人，敢若拢有人讲啊，就讲即种较现代的名词的时阵，人甲人敢若安怎讲，无一个定论啦。啊，可能是看你讲，你读的迄个瞬间，你感觉安怎读念较顺啊？你家己决定。我想着宇宙人有一块歌叫做一道菜，伊的歌词是安尼写的：无论成功还是失败，转去的时阵拢有一道菜，亲像细汉时无啥忧愁，一顿青草换来规年的温暖。宇宙人一道菜。无论咱伫即条路行到偌久，迄个记忆中的滋味，永远会点点美伫你的喙齿，互你一再思恋。好，感谢。这个上标一抓讲啊，感谢台湾师范大学台文系吕美清老师推荐投稿，就讲可能迄个啥，美清老师咧。上课教课啊，可能就是鼓励学生写，甚至甲学生写，就讲鼓励学生写了，我凡事是叫学生爱交作业，啊，学生交作业了，就你这面袂歹哦，倒位佫雕一个啥，佫写一个，会使去投稿，我咧猜想，我毋知。好，毋知大家你个朋友安尼对你读完了有啥物想法看法无？配料当然我是自虽然拢讲狗赞菜，啊，毋过伊即摆伊就是写即个啥物丁塔的塔是啥嘛？我印象中即个词当然伊嘛有伊的叫做啥香口叉啦，啊，当然应该是安怎讲，各自发挥吧，我无确定。我印象中，因为阮自小拢讲是狗赞菜，所以尾啊可能是安尼写啊，OK 好，安尼写。然后即篇。我想要讲，我头有讲着一个迄个清气象，清气象，啊，因为你讲的时阵，你是讲清气象，你是音较重一点嘛？无。所以要讲迄个象是迄个音较长一点嘛安尼。象是第五条，啊，象是第二条，象对啊，清气象，象，第三条清气象，清气象是。看起来很干净的样子。嘿，我就要讲的是，我细汉住，我毋捌听过清气象，拢是清气象。啊，你是讲清气象哦？
嘿，啊，恁是想要，无伊若算讲是想，我理解即个音嘛，就是讲遐那想，可能就是小可高，也是小可，可要讲诶，你若食迄个啥酸辣汤，哦，我知影你意思，嘿，我自细我就是一直感觉讲迄是，我听着讲是垃圾想，所以我一直想讲，所以我想讲伊做一个形容词，我是想，我细汉时嘛吼，我想讲想，就是像你讲的想的想，对，我无想到讲迄个想是像还是用那个形状的样子，对，清气想的想，即个想就是相对论的相。啊，所以即字其实敢若3、5个读音吧，互相相吹相公啥三甲哟，所以即字。所以我咧想讲，是毋是因为伊变调的关系，所以你上最后一个音的时阵，伊会Q 较长者，像像讲什么，你头讲规字拢是较长的音。毋是应该是讲原则上。除了讲即字，好啦，佮夹吼，原则上伫上尾字拢袂变调啦。原则上9成9，你若讲一句话，伫上尾字9成9好啊，9成9拢袂变调。啊，毋过就敢若我拄仔讲诶，讲即字甲夹 KAH 即字，伊伫上尾字会变调。我就无咧戆过KOH 嘛是，我就无咧戆过。迄个人戆家。迄个 KH， 伊理论上应该是假，啊，毋过伫讲即个情形的时阵，我就无咧戆甲袂上个，戆甲袂上，伊后壁袂上就无爱讲，我就无咧戆甲，伊就讲到遮就煞，所以就讲即字较奇怪，所以我咧讲原则上伫上尾字拢袂变调。当来你讲的这清气想，迄想是第5条，一般我是。目前也无听过会去讲到清气想即个，或者是要强调讲，虽讲迄个物件想，抑毋过伊是清气的想，安尼有可能就讲迄是清气想。即搭遮是因讲伊去迄个图书馆较大间，嘛较清气想，就讲迄个伊的文章是写。我意思，即我要甲我讲意思讲，清气想甲垃圾想迄是无同款，即两个字想。伊个字是无共款的意思，你现在要甲讲。对，清气想甲清气想，迄个想甲想是无共的字音无共，嘿。我头要讲清气，应该讲是垃圾想甲清气想，应该讲即两字是无共款的字。若垃圾想甲清气想，可能都是拄啊一个对立的概念，就是差不多是水。共一字。无共字啊，字无共啊，想是。OK， 好，我确定一下，对，无共字。若是想吼，伊若要写汉字是写常常的常加一个水字旁，了晓未？常常、时常，嘿，迄字嘛是，迄字华语中文嘛真罕咧用，即字伫台语内底是不了接用啦。除了讲的迄个什么垃圾想嘛吼，伊讲迄个春天热天伫交替的时阵，迄个回南的时阵，气候咧变嘛吼，回南靠南风的时阵，迄壁嘛会想，就是可能迄个啥壁的温度较悬，空气透过了，伊就会壁面可能流汗呢，因为迄个壁有可能年久月深会高一寡物件，也是讲什么油烟啊啥，本来单就无代志，毋过因为回南即种气候的关系，水分增加的时候，伊就变想伫遐，甚至有当初迄摸着感觉太高，所以就想，甚至延伸出来吼，中文华语的淡仔咧讲什么的，不可以色，要用台语去表达的时阵，其中一个讲法就是想，迄个啥？得来开讲的第一个节目就是有当中伊的迄个啥读者听众啥，就甲伊写批去互伊，也是留言来啥。
就一句来一句去啥，伊就会讲着想一个，就讲，意思讲，莫搁淡薄仔想迄个想的物件啦，就讲，因为就是讲迄个啥，本正我咧想应该是所有语言文字拢有即种状况，就是伊的字伊有本身的意思，然后会有延伸的意思，有本身义甲延伸义在尤其台语的部分，伫讲的时阵，敢若真侪拢会去讲到延伸义，所以想即字啊，就是目前所听到、所看到的，真正相对拢较侪是延伸义的，就是得来开讲已经，我咧听伊 podcast 是啥吼？差不多3-5集内底就会出现，伊就会出现一解即种，就是即种讲法哦。到尾讲到啥物倒一段啥啦啥，迄段若准讲强要去边界行去，迄个界线遐去，还未行着，还未踏着，还未磕着，就敢若有迄个现象尔，伊就随大动就随讲。今仔日无要讲迄想的物件呢，伊就家己安尼讲。今仔日无要讲迄个想的物件呢，或者是啥物，反正是伊曾经捌讲过一两届是安怎，可能就是人有听着嘛，听着就怎可能家伊，迄等于啥？点有做记号哦？我毋知恁捌看过阿迪的迄个相片无？就讲伊是啥？伊的名敢若是叫做何家祥吼，因为伊伫面册又用何家祥即个名，台语音嘛吼，何家祥做伊的面册的名，然后伊敢若是家己号做，我袂记是 Albert 还是 Altic， 我袂记啦。所以伊的 podcast 就是阿迪来开讲，亚特聊聊天应该是讲，伊的 podcast 一开始是用华文的，或者亚特聊聊天，我就拢来叫阿迪安尼吼。伊就是算讲有咧安怎讲练身体吧，所以人嘛高强大，伊可能有100倍吧，我袂记，因为我有至少一两届伫国际册顶遐有介绍长头嘛，介小开讲一下咧。汉差好嘛，这种汉差好就是可要讲诶，昨囡仔是啥个？迄个半开玩笑，哇，小鲜肉安尼类似啦，好看。不管是因为你年岁比伊较侪，所以你家叫小鲜肉，还是讲啥物，只要是可要讲诶，大部分诶人拢嘛是介意帅哥美女即种诶嘛。我反正就是伊就是印象中敢若，甚至家己有一届讲伊诶相片去用偷摕去迄个啥物。或者啥，共性的团体、共性的交友可爱软体内底去用偷用去，就是该摕做啥物？像同性恋的啦，就讲某物人该偷摕伊的相片去要去交朋友，有第三者就甲你讲，你的相片，你迄个头像去互人偷摕去倒一个啥物交朋友的软体遐用。就讲对，我就从来毋捌咧迄种所在有牵，还是申请考做，从来就无啊。毋过就是有人看到安尼，所以就讲伊就是伫节目内底，我的印象中目前听到，然后有伊的节目可能伊即马敢若拢较食迄个像 Nick 中央广播电台的 Nick 伫主持，还是开一个节目做啥？海伫遮，反正两个就是夹一组，就反正淡仔类似，然后搭喙鼓还是啥，所以迄个想伊就是大部是，差不多我听起来就少3-5集内底就出现一届安尼家己打动，还是安怎安尼。所以这清气想，我就讲伊即句是嘛较清气想，甲嘛较清气，迄个理论上描述所讲的拢共款，嘛较清气就是比较干净嘛。嘛较清气想就是，看起来迄个环境加较清气，拢是讲清气，也毋过有加一个想，甲无加一个想，伫台语来讲，我就感觉有一个前差。当然这有当然是牵涉到，每一个作者伊咧用字用词一寡迄个啥，笔路吧。我毋知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高是有一个，伊即个词我毋知影，妖罗是啥我毋知影，所以我是咪头，就是
我念啦，我改用一个输入法。我想要，因为伊是用罗马字写啊，所以变成讲无一定我都随看出来。大概我都摇出来啥，啊，毋过毋知具体是啥。摇螺，你是我的系统问题还是安怎？还是找无？有吧？摇螺，伊讲摇鬼，但是大书顶是讲直接讲摇鬼，加螺的螺，改写加螺迄个螺，摇螺。演辈嘛是安尼讲，就是摇鬼的意思，啊，毋过伊无用摇鬼。Starving Man，Marino 嘛是 Marino 是写迄个罗罗，啊，毋过就讲是 Starving Man， 就是枵的人就对啊。枵螺吼，伊就是加落迄个螺，要毋过伊只是写罗马字啦。啊，目前线顶的字词顶是有改写做迄个做加落迄个螺安尼。所以这是我今仔日才看到学到安尼。好，毋知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啊，然后伊渐车驶，就是或者啥？夕阳西下嘛，当然中文化下啊，伫台语遮是讲车驶，我就咧想到进前就是迄个啥，陈澄波迄北话啊，然后王正雄啊，有写一首诗，啊，看板顶外就写一个有一个方向迄个词嘛，顶下可能安尼问我就讲因为我无确定迄个看板因摆到咧要读啥物字音，所以我就暂时按下，无搁去啊，未找着就对啊。所以规首诗的读念法就是暂时敢若保留罗马字，啊，毋过就是变成讲迄个啥，我伫遮看着讲用车驶的时阵，安尼是毋是迄个看板的名要读做西汇丰，我无确定，因为我目前还未问到苏东时因到底是安怎读念，今日读念毋对去，我就搁散开啊，无讲介好势啊。好，毋知大家恁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我现着对，伊地位字即个部分，摇螺，伊写巴肚枵，然后罗马字的。我会抄入来啊，你知吼？我无看到影呢，歹势，还是我的系统的问题，无就甲扭一个安尼，歹势我无看到。伊会开来。OK， 好。当时迄个系统落来，迄个画一个，无你拢看无？嘿啊，好，安尼，咱就来，我想要来，咱来挑战罗马字的即个好无？24页，伊24页开始啊，伊连续有3篇拢是罗马字，啊，是毋是？咱来挑战一下，吼，我家24页读完了后，有啦，你是毋是25页？你罔读看你我都读偌济，尽量啦吼。啊，下页，啊是下页度我才来读安尼，啊是有啦，你先读24页，会使袂？24页是罗马字，24页你规页互恁读完。嘿，啊3年才读25页，好。定好注意书写，互你开始。所以你嘛有纸本去哦？无，我看网络用电脑看。OK， 好，我听到很册声就歹势。历史新歌，为遮开始。对嘿。83%认同我是。嘿，我想到，我最近才发觉，伊是 TONG 嘛吼，啊我认同。嘿，我先讲一个，互你罔参考。我发觉到为啥有
TONG 还是 TSONG 这种的特呢的的，要么的应该是袂咧，因为我怀疑啦吼，伊的的时阵读到低去，就变成讲就先加一个韵母伫遐，所以同会读对中，因为我就讲前一阵仔有人迄个字嘛，不管是 CHONG 还是 TSONG， 迄是字，要毋过我才发觉到，可能袂少人拢会甲迄个字改记做 G， 伊当做注音符号 G7C 嘛，因为 G7C 拢有一个 E 的韵母，要毋过实际上对台语来讲 ，TS 是字，啊你若甲伊记做 G 的时阵，啊你看到 TSONG， 你就因为甲伊记做 G 嘛，你就变成 G on 中变中，啊毋过实际上是敢若 TSONG 尔。CH 嘛是 CH 是吃嘛，啊 CHH 是吃 ，TSH 是吃 ，TS 是吃嘛，啊伊吃伊就无带 REU 的 RO 任何一个韵母，安尼就会较顺脆。啊，当然我就讲，咱伫学注音符号的时阵，波波摩佛嘛，咱的老爸老母吼，我有嘛吼，咱的老爸老母因是学波波摩佛，伊后壁是倒 O。咱学的波波摩是到啊，所以我是最近才发觉到讲，敢会是即个原因全变成讲会自动去加出一个 E 的音啦，无参考啊，所以即摆这是认同啦。无，歹势你继续。历史新歌83%认同我是台湾人，因竹，嘿，对吼竹。因为这个字吼，我有找过，嘿，伊是竹，譬如咱主餐。哦，歹，我甲你讲，因为伊对吼竹意思啊，伊就讲伊自出来，因厝的人叫阿竹，所以尤其若准讲你若今仔日敢若看到伊的汉字名，安尼可能你就读到竹，大概也无啥要紧，要毋过。因为对吼注音书，因我嘛算白话字派，而且名将主人，伊敢若已经甲伊的罗马字吼，尤其伊写的是白话字，写做第5条啊，安尼就免去看伊的汉字是啥，因为敢若因为就是即个就是算讲目前听过较一个两个较特殊去讲因的名姓安怎读念的对吼字，个另外一个是啥？萧丁春老师的款，对无？萧即字，吼，较像萧万良，因为萧迄字有萧甲萧的读音。啊，萧丁春老师敢若是讲，人阮是萧，毋是萧哦，类似即种的。所以，这真正就是名将主，就敢若迄个啥，贾明优，伊敢是 TSIA 贾明优，啊，毋过北部的即字敢若是读 SIA 萧。啊，所以就变成讲，边仔共款的汉字，抑毋过有可能南北的前差，或者是迄个主人因家己就是安怎读的啊？啊，张学祖医师，这是我所知算两个啦。对，我当印象中敢是萧丁春老师吧，伊就是萧 SIO， 啊，伊是主 CHU 第5条啊。好，歹势你继续。张学祖 TLH 李秀英。下骹是迄个图21，台湾人的民族认同，2020年2月，资料来源台湾民意基金会。因为2019版中国气焰的关系，台湾人自我认同搁一摆拍破历史记录，为1991年起，政府单位甲民间 NGO 团体拢陆续有伫做台湾人认同的研究甲调查。新开始，大约有86%的民众
认定家己是中国人，包含13%的中国人认同，甲73%的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的相定认同家己是台湾人，敢若有13.5%尔定。好，来，我来读后一啊。我无看到3年影呢。安尼3年后你先读过，你至少会使读咧一半以上。下夜我才来读无问题。你读咧3。1994年的前岛学事件，甲台湾人认同一困头提悬到37%，但是1997年底，这是李登辉1997年底，李登辉，歹势，李登辉总统的教育部开始予高中学生读认识台湾历史甲社会3本课本了后，台湾人的认同就像在伫身体安尼，伫快速升悬到2008年，淡水边总统任期结束，台湾人的认同就已经超过60%。刷落来，这款认同感就一直维持伫60%以上。2014年的日头花运动，搁再甲台湾人认同升悬到80%。这中间2008年到2016年是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咱拢讲做 KNT， 其实无够正确。政府积极。台湾人的认同嘛是为60.8%，继续升到80.8%。2016年，蔡英文做总统了。认同感颠倒有小可倒退路，不过嘛是伫75%左右。这方面，蔡总统应该爱检讨。虽讲伊伫教育甲文化方面有相当的道理，但是事实就是认同有退步。好，感谢啊！安尼这段下夜我来读啦吼。当中国企业搁来啊，即嘛搁来啊吼，这是2020年哦。2003版的气焰害咱台湾人死73个吼，这是2003
2020年3月出版的哦，可能伊嘛1月2月写的，所以迄个时阵是有73个死嘛吼。即摆2019版的，毋知要搁害死偌济台湾人呢。不过，咱即摆较有经验，嘛加真有信心。你看，到呾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拢乱糟糟，独独咱台湾足在足稳。希望大家继续安尼配合政府的措施，咱定着会当顺势度过即关。哦，这是2020年3月出版嘛。因为顶一期2月时阵，中华主义书敢若嘛有写一篇嘛。因为当然安尼，即6年啊，超过6年啊，6年外嘛，我袂记得，我毋知影啦，我毋知影中华主义书是毋是退休还是安怎？我印象中，伊敢若伫咧高雄医学大学有开伊用台语的款，我印象中啊，所以中华主义书嘛，真正伫台语路行到足头前的安尼。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伊即篇伊就是咧甲过去的算讲，或者啥，认同啊，针对我是台湾人的认同即条代志，做一个算啥简单小改条，就讲过去2020年进前吼，60来啊，2020年进前有几波嘛，搁要讲阿扁啊时代蔡英文的总统嘛，因为2020年是迄个啥，等于是。像这个总统，歹势我袂记起。哦，反正就是抑阁是蔡总统的时嘛，啊，所以变成讲回想过去，自可能较久以早，1991年开始嘛，做统计啊，做问卷啊，到对台湾人的自我认同的变化是啥嘛？所以一直到呾我就讲嘛，2026年的现主是台湾人敢毋值得咱家己出头天？台湾人敢毋值得咱行咱家己的路？好，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叫恁来讲听讲听。阮读到24啊啦，这个伊拄仔读的一篇是第几页？17页啊。我就讲伊后壁这篇是头一篇罗马字的嘛，吼，白话字。中华主义书是写白话字的，后壁连续敢若佫有2篇，啊，敢佫有一篇，总共后壁佫有3篇。罗马字的跳一较大数的人跳来一篇的人安尼，伊个后壁若要搁读迄篇文化艺术新歌谣，我感觉行伤长啊，所以我无确定北北啊这篇有较长，还是迄个陈怡清所写迄个算对话较长，我看袂出来。因为一个是文章，一个是对话嘛，伫搭喙讲的嘛。啊，咱即摆来讨论的这篇中华主义书所写的83%认同我是台湾人的这篇啊哩，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我看到的是，可别讲。伫日本，共产党的信仰者是党员，敢若是8%吧，还是因的有共产党员身份的议员，还是民意代表，敢若是8%以下，还是就讲敢若是8%啊，人口数吧。啊，伫日本，信天主教还是基督教这种西方宗教的。敢若是2%至3%，啊，我就咧想，咱台湾是毋是应该会当互中国国民党这种中国人的信仰的，互伊降到8%以下，甚至5%以下？当然，现主是即个时阵趴数足悬的啦，啊，毋过迄对台湾是足无好的迄啥影响嘛。啊，只是有当阵啊。前2工啊，是前2工，
看到迄个咱咧讲的共温层毋共温层即条代志，就讲有一寡人真正就是无咧注意其他的啦，啊，敢若看到人互伊或者啥片面之词吼，该会怎咧讲？所以可能即两天听到一个讲法，就是咱是毋是会使安尼来参考，就是讲伫评论评价一个社会的时阵，除了咱咧讲哦，迄个所在真进步、真好势、真发达，安尼咱是毋是会使来开帖讲，不管是要日本、韩国、中国、越南、东南亚的逐所在、逐国家，咱提出来互相比拼，啊，互相研究，安尼咱是毋是拆做？可要讲，咱去看伊的物质的文化到底如何？咱看因的社群文化到底如何？咱看因的精神文化到底如何？当然，每一个所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总是有伊较厉害、较高层、较进步的所在。也毋过，最近这几年听到一句话，就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也毋过有一寡人就是要用一部分的事实来讲欺骗嘛，伊迄是一个部分事实嘛，无算欺骗啊。对，等于是会使讲，暗砍台湾人的目睭嘛。啊，所以点仔咧讲，因外进步拄外进步，啊，毋过咧外进步拄外进步，到底是虾米款的进步啊？是物质文化的进步，还是社群文化的进步，还是精神文化的进步？啊，对台湾人来讲，现主时的台湾，伫物质方面的进步啊，伫物质方面的程度，伫社群文化的程度，伫精神文化的程度，咱若准讲拍分数是第几分？啊，你甲同款的条件、同款的因素、同款的水准，你摕去看日本，摕去看韩国，摕去看中国，摕去看越南，啊，因得到的分数又搁如何？啊，对咱来讲，咱想要伫什么款的所在生活？啊，当然有可能有个人伊讲伊伫遮，还是伫一所在，伊歹徛起，强要无都活落去。啊，当然就是紧找所在通活落去啊。啊，这是较无好的事，还是较不应该的事？哈，食碗来洗碗外吼，敢是安尼？有人是用这种方式嘛？啊，当然某一种程度来讲，若准讲迄是伊生存的方式，安尼咱其他的人是毋是着爱用无共款的生活看法来看待即个人，即种人？好，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不管是对何主医师所写的这篇迄个认同我是台湾人，自我认同是台湾人创新观，或者是拄仔个日无听到，阮读的迄个啥物好料的声摇落即个。我想要分享一个回应一个，就是讲，我感觉吼，我想要提出一个疑问啊。头拄啊，因为我看即个中国主义属于写即个啥物历史新歌83%认同我是台湾人，就是讲你是台湾人，你是倒位人，我是台湾人，认同83%。我感觉即个数字吼有一点无保守，有迄种感觉，互伊灌水就对了。对，其实吼，我甲我的朋友讨论过即个问题吼，甲朋友讨论即个问题，人也甲你讲你是哪一国人？你是哪里人？讲我是中国人啊，因为我是中国人哦，安尼好，所以我就甲问讲。啊！你若去外国的时阵，人甲你问讲 ，Where are you from？ 你要安怎回答伊？你要讲 I'm from， 你甲伊讲 I'm from Taiwan， 哈，台湾，哈，台湾人毋捌听过，人足侪人毋捌。你就爱解释讲，I'm from China，Are you Chinese？
你要 say yes 啊，要 say no， 所以，有足侪人会认为讲伊就是中国人，其实这是了解毋对的问题，因为就上无伫咱即辈，我即辈，莫讲咱即辈，我即辈，阮读到的册就是讲啊，我是中国人。对啊，你说我是不是中国人？我嘛毋知影讲我是不是中国人，我毋知要安怎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当然问我一定讲我是台湾人啊，我是台湾人呢。真的，我即摆我嘛一直感觉我就是台湾人啊。啊，毋过我敢是中国人？人若甲我问这个问题时，你敢是中国人？我感觉台湾甲中国，本身就无共款的国家。虽然讲咱台湾伫世界是讲一个较实的，是无地位的。啊，毋过不管咱人认同无认同人的代志，但是咱事实就是安尼啊。咱台湾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啊。咱有咱的法律，咱有咱的国旗，咱有咱的土地啊，对无？啊，为什么这个问题爱对啊？所以这嘛是一个，好，问题。嘿。感谢叫你所以我想要回应就是这个问题啊，安尼啦，所以这是咪大家去思考一下。因为伊这篇应该是讲，伊是看到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做的问卷嘛，啊，所以这应该是历史的一部分，也就是讲，你现在是去 Google 去找台湾民意基金会因所做针对台湾人的民族认同2020年所做的这个问卷发布出来，一定有这个资料嘛。啊，当然有当阵啊啦吼，咱会感觉讲问卷是一个。问卷当然是一个科学的设计，绝对无问题。只是讲咱学着句话，讲什么数字的讲话，吼，就讲迄呈现出来的数字是安怎，就是什么事情嘛。也毋过若实际去科考的时阵啊，迄牵涉到题目的设计，因为尾啊，咱会发觉着讲一寡单位因提出来遐问卷，其实有一寡问题伫咧。啊，当然即个物件，不了侪单位，不了侪组织，不了侪，不管是基金会啥，拢有去做。有可能是直接的问题，有可能是间接的问题。吼，等下对只玉玲所讲的，现主是2026年今仔日8月26，咱来看，无毋对，台湾也好，甚至 Formosa 也好，在世界上真正无甲一个国家是用这两个名去号的。只是目前的咱，拢是用迄种做啥物中华民国台湾即种，你提出来讲，你若用一个第三者的观点来看的时阵，我会感觉会笑死啦。也毋过咱浸伫即个环境当中，你会感觉理所当然。啊，甚至有一个较远的，或者是换一个角度来讲的时阵，我甚至提出我个人的质疑。中华民国伊并无合理合法统治台湾的地位啊！伊只不过是1945年以后受到或者啥，迄个做啥？好像形容袂晓讲迄个名词。联邦，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阵营这5个国家后。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甲中国这5个国家，东民国吼，受到东民国的委托，才来接管 Formosa 这个土地嘛。当然历史或者是每一个事件，伫无共时间点，拢有一寡变化。啊，现主时，就讲嘛，中国国民党。吼，就敢若张学祖医师伊伫文章内底所讲，咱拢竟然去讲 KMT 一个，啊，当然在过去咱无理解、无了解的时阵，就去因砍去嘛，伊就直接用国民党这个音转写做因的罗马字拼音，再佮甲罗马字拼音的每一个字母扣出来，变成 KMT， 啊，这是。欺骗其他所有人嘛，伊无甲伊真正的身份调出来嘛。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简称也是缩写
CMP， 所以今仔日进前，咱嘛确实有影定定拢敢若讲3字，所以理论上，我听人讲啦，因为孔子讲毋是上爱讲的，名不正言不顺吼，敢会使安尼讲？我毋知台语会使安尼读无，对无？伊用中语讲的嘛，你无甲迄个名用得好势，你讲出来话拢袂徛袂在啊嘛。所以因真真正正的名，敢毋是中国国民党？而且你敢若要甲民主进步党简称做民进党，安尼为怎由中国国民党的简称变成国民党啊？对无？就敢若现主时2026年8月即个时间点。不了侪人就是甲中文、中语、华文、华语、中国话、普通话，拢人参拉做一伙啊呢。怎啊当时？对，顶一篇咧讲读到迄个号做啥？悲惨世界台语版的序言的时阵，准讲是遐拢是高雄的一寡学校的老师，因咧做对照表的时阵，伊嘛是写法文的名是啥？下骹就甲一寡法文的名，不管是人名、地号名摕出来，然后边仔对照的时阵，煞变成台语版甲华语版，安尼伊是毋是甲语含文人做伙？错误认知，语言是声音，记录做符号是文字。你敢若已经用表格来表示的时阵，安尼迄是毋是应该合做台文版、华文版？当然无毋对，咱拢总捌，咱拢总知。你看到伊写台语版，你知影讲迄是写台语即个语言的符号化。你看到伊写华语版，你知伊是华语即个语言的符号化。也毋过，咱敢会使安尼怎互垃圾的凊彩准过？所以今仔日进前，咱毋知就准拄煞。今仔日以后，咱若知的时阵，咱是毋是会使用相对正确的名称？我就问嘛，1661年，郑成功所写的文章，迄个文章你敢会使改号做中文？对无？你敢会使改讲郑成功写的遐个文章是号做中文？敢会使？当然，今仔日进前有袂少人，迄毋是中文，无迄是啥？我甲你讲，迄号做汉文啦。当然会有人淡仔你淡仔咧讲什么 Chinese 下骹有 Mandarin 有什么嘛？当然这个是牵涉着讲无共语言伊对名词的定义可能会使有淡薄仔争差，迄我毋知，我毋是学家，我毋是学者，我毋是即种的专门科。不过至少以我目前的认知，咱上无就是写的物件，你也先好了清楚嘛。转来玉林所看到伊讲，83%敢有遮悬？吼，然后台湾中国即个名称、即个名词、即个问题，去用问到的时阵，会使安怎讲？当然去用问的迄个瞬间，若准讲你敢若1秒会使回答，今仔日进前凡事，可能拢用英语回答嘛。今仔日以后，有可能我先斗一句台语互伊听无？互伊知影讲？我上高的语言毋是英语啦，虽讲凡是迄个问的人，伊的英语嘛是伊的第2甚至第3语言嘛。无一开始你就跋入去对方用的伊上厉害的语言问你的时候，你搁较安怎讲？你嘛讲袂赢伊，你我著改说甲足清楚互伊听。所以从今以后，我著讲嘛，今仔日进前，我著讲即个日，毋即个日，今年嘛，几个日吧，我著讲。我应该是爱甲台语优先提出来使用，除非迄个人我一看就是外国人，而且佫用，伊佫是用华语伫咧问的时阵，安尼我有可能则是高不离种用华语甲伊讲。准讲是安尼生，咱是毋是嘛应该用先讲2句仔台语互伊听，表示讲歹势吼，华语是我的外国话，我若要讲嘛，无一定会讲足好势。当然佫一招，佫一个思考的点就是。你先用台语讲过了，帮你争取一寡思考的时间，再去想看觅你后壁英语要安怎讲，或者是华语要安怎讲，对无？遐个总统级的为什么拢爱派翻译？准讲遐个总统级的人，伊嘛拢外语的能力，为怎伊佫需要一个翻译伫边啊？就是咧帮伊争取一寡思考的时间嘛。
所以你倒位人，你是啥物人？用台语来讲，我就是台湾人啊。你倒位来，我台湾来嘛。啊，当然我是台湾人，我台湾来，你要换做英语讲的时阵，嘛毋是唯一一种讲法嘛。听伊讲迄个啥，Jack 还是倒位，可能是 Jack 吧。就是讲 Formosa 即个名词啊，目前听起来看起来，或者是因为我看到资料是偏一边的，偏一边的，毋是就讲嘛，以偏概全嘛。所以今仔日即年咱拢听到，要当作笑话，要当作悲伤的故事也好，就讲到 I'm from Taiwan， 就随去用误解讲哦，Thailand， 吼，啊到底是啥物口说相？即句我毋知即句是毋是设计，或者是真正有一个情景是安尼生。啊，迄个情景到底是谁咧装笑的，还是谁咧动戆，还是啥物人讲话大字，甲台湾讲到Thailand，还是伊的耳孔生想听袂清楚，我毋知。OK， 咱通常拄着问题，还是讲听到对方咧讲，还是家己咧回答的时阵。若准讲你听到对方，你感觉对方听袂清楚的时阵，你敢会甲你原底迄句话佫讲100解？你一定会换一个角度来讲嘛。当然，今仔日进前，你若毋知影讲台湾曾经叫做 Formosa， 啊，今仔日以后应该会使试看觅讲，若准讲伊毋知影台湾的时阵，伊毋知影台湾的时阵，伊毋知影台湾的时阵，你换一个 Formosa 甲讲嘛，甚至伊讲迄个啥，郭姓爷即个名嘛，敢若比郑成功即个名在全世界佫较响。因为目前你网络顶悬的资料，伊就讲嘛，90%拢是英语嘛，啊，剩的10%讲是有8%是中文嘛，就使用人口数甲信息的流通量嘛，听讲是安尼啦。哦，我听到是安尼，我无真100%会肯定讲绝对是安尼，我毋敢安尼讲，总是目前听到看到是安尼生嘛。啊，若准讲是安尼生，迄个英语的环境、英语的世界内底，你去甲郑成功还是郑成功即几字改写做罗马字，不管你要用汉语拼音，你要讲通用拼音，你要讲不管什么拼音，我就写做罗马字去找资料，甲直接甲郭姓爷，那是 KOSIA。KOSIAGA 吼，还是 YA 我袂记，反正读念出来看到迄个时阵，我就知影哦，迄是咧讲郭姓爷。你甲即两个名去 Google 拍的时阵，你得到的资料可能是郭姓爷即个名称会较侪资料哦。啊，若准讲安尼是毋是？咱无需要去坚持，我就一定要用台湾介绍我家己，甚至我就恁两个咧讲嘛 ，Where you come from？ 就讲我来迄个所在有一条北回归线经过，伊有海上的洋流伫阮的四周围围过来，围我来，有季风，吼，也是有做啥？因为就是有西南气流甲东北季风嘛，啊，所以这三种气候、洋流啊，甲虚拟的北回归线交叉出来，就是我来的所在。全世界无第二个所在有这种条件。我无甲你讲什么所在，我就甲你讲这个现象。我甲你讲，阮对倒来是这个所在来。你哪有迄个地球摕出来看无？去互你看。迄个单书房的小说，伊去。去用掠，迄个小说内底讲用掠德国的监狱内底关，啊，结果要甲记讲，阮对倒会来。啊，恁一步的时阵，无迄粒岛啦，敢若有一个足大的大陆伫遐，有菲律宾，有日本，有 Okinawa， 无迄粒岛啦。伊就讲，我想要甲伊讲，我对倒会来就无机会，因为迄粒地球仪地球顶悬无画到即个岛。当然这是小说啦吼，所以要介绍家己当然会使有足侪种形式去介绍，啊，只是
空气在人极安尼啦。啊，认同的部分当然，目前台湾这就纯粹敢若地号名，无国家的名称嘛。啊，甚至搁另外一个角度，我毋知各位朋友捌去读过迄个啥林卫文吼，林卫云所写的嘛，伊就讲伊去 ZEC， 伊去调查，伊讲迄个所在，听讲有30-40个啊，40-50个有台湾的地号名，伫迄个国家。啊，所以在过去较受影就是执政者会用一寡片面的资讯去欺骗因的人民嘛。啊，这在过去，尤其顶世纪迄种，大家拢伫咧顾家己的时阵，敢若是一种孤不离种，还是孤不离三种吼，不管，就是一个具体作为嘛。啊，毋过伊直到今，敢要继续用这种方式。当然台湾应该是无啥可能阁继续用这种方式啊嘛，但毋过嘛无迄个稳的嘛，无迄个稳的啦。这种自由开放是安怎讲？任何人拢听我话来嘛。迄半开玩笑讲法就是，啊无你经好歹啊，任何人拢听我来嘛。啊，只是顺心不良的人，伊就有即个空棒通我来危害咱嘛，有可能有这种状况嘛。我的想法看是安尼啦，罔参考。我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因为是小可回应。好，请讲，请讲，嘿，请讲。好，因为好，用一段时间，就是讲，他拄啊讲到即个问题吼，我甲你讲，我思考到就是头一个就是讲，我感觉伊讲即个台湾认同的即个83%，我感觉即个样本伊回答人数是1079个人嘛，我感觉伊即个样本伤少，可能啊嘛是可能嘛有一寡。甚至有一寡较同站的关系，但不管啦，这是毕竟这是一个数字嘛，会讲话的数字。啊，我要回应的就是讲，咱伫国外去用拄着，去拄着去人问讲，Where are you come from 的时阵，咱要安怎回答？吼，就是讲，但是我真正我亲身去拄着，我家己去拄过，就是我讲 I'm come from Taiwan。我英语毋是介好啦，啊，基本上吼，我发现还袂讲差到倒位去。但是伊对我台湾、台南，嘿，伊毋是，伊无认为讲我讲毋对，伊只是想讲，嘿，伊会去想。较认一界，到底是啥？因读到底是台南，对无？好，那。因为迄个场所，我拄着场所是因为是伫个国际贸易的一个场合，啊，毋是伫台湾，啊，所以尾后我就规去甲伊讲，我就甲伊讲 I'm Taiwanese， 我就甲伊讲我是台湾人。我会记得我迄届我会回应是我是台湾人，吼啊，但是因为做国际生意嘛，伊也知影讲我伫倒出口伫倒安怎样 ，OK 好。那你讲我现在想要甲你回应这个问题。你讲吼，地球找无，哎呦，真正啦，人家真正摸一个地球仪来啦，甲我问我讲伫倒位，你记互我看一下。对啦，所以呢，无够大个真正无啊。咱伫台湾看到的地图吼，咱台湾都一块接大块，其实实际上无伊实际比率来讲，实在是无遮尔大。啊，当然这另外一说。我要讲的就是讲，我要安怎甲伊回答，就是像你讲啊，就一块中国足大地啦。吼，啊，我就大概甲伊点吼，伫个啊日本伫遮嘛，吼，在中国伫遮，啊，阮伫遮，所以阮是伫即个小岛，啊，我是台湾人。啊，因为咱毕竟迄阵咱台湾。曾经做外销，算伫世界各个做有名。啊，有足侪国家的人用过 made in 台湾的物件，但是因毋知影台湾伫倒。嘿，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啦。啊，甲大家马上再回应你头拄讲，迄个地球仪，台湾伫倒。真正就是无，伤细了就找无啊。真正有的国家伊的迄个地球仪顶啊，有一个较小一个点安尼。咱敢若一个点，
点安尼，因为这真正人摕摸一条来，对啊。真正看一粒大细粒啊！你若阮兜一粒，差不多直径敢若30公分啊50，我袂记啦。啊，若搁较细粒，真正着搁较细啊。是你看迄粒球倒位做的啦，倒位做，啊，搁大细粒啊，对啊，拢有真差。对，这所以这就是嘿，这是我家己亲身拄到的，真正就是我甲伊讲，我 from 台湾，伊甲讲台湾，嘿，尾仔佫甲我问讲 what difference，佫问我讲台湾跟台南 what difference， 哎呀，好，所以这就另外一说，所以我要讲的就讲，这真正有诶。啊，我真正我佫亲身去拄着，所以啊，我的回应就是讲，我就是按台湾意思，嘿，所以就是伊佫想要知影讲台湾意思，恁是住伫什么所在，地球的什么所在？啊，我比较会看，佫用笔安尼用过去就是用一个红笔安尼个点一点，点伫伊的迄个地球仪、地球仪顶悬那个点一点。哦，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啊，我甲大家回应。因为拄仔会讲这个历史，可能因为伊这个张学祖医师伊写这篇，伊做这个，伊看到这个研究的时阵，还是讲这个安怎讲？这个调查的时阵，可能时间上时间点动的这族群，这咱嘛毋知影。但是我真正我毋知影讲几年后的今仔日。是毋是10个台湾人内底有9个人，人来认为讲你是倒位人，啊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啊，毋过这个问题我捌问过囡仔台湾人啊，我对好，安尼就好啊。对，这是我后壁的答案。好，以上回应。好，感谢快递。这是安怎讲？爱搁继续努力拍拼的所在啦。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咧读的这个312期的台湾通讯广播就暂时先读到这。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嘛感谢大家来去的朋友，听我咧顶悬网读网分享网交流。好，今日读到这咯，感谢，谢谢，拜拜，再会。再会。